各位总坛师、各位大军，大家好。今日就是特别欢迎事件，以及咱全人在这个领导安排，今日这个发会，那么互我宣示全人的指令，要来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伫目前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，到底是坊间成员正当的法律对。那么第二点，也咧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。第三点，也咧咱各位来报告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对。所以，咱这个题目这个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庭，因这个题目，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，大家厘清出来。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关系，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倒位，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庭，因这个题目，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，大家厘清出来，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关系，那么。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秘的灌输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那么头拄有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实性，但是有当是出经济衰无，有当是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二佛要到三佛。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，拢是家己安尼，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咱一贯真理程度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，因为这伫咧佛中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的交接，有个所在就用得起有个所在就伫魔顶受记，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。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你的家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你的英文，天命来传承你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都祖师是你的佛，那么咧，伊就开始来提了你的下生经。一句话来讲，伊讲你的是56亿7,000万年后，才下阎浮提度众生。所以，即摆来讲，你的英文是错误，但是咧，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，嘛毋是要甲伊辩，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，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，咱莫确实的明白，你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讲咧，这释条的物了。马上归你的宝处，你的宝处偌久？宝处56亿7,000万年，咱才个是你的下阎浮提度众生，并不是讲56亿7,000万年后，你的祖师来度咱。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，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，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。所以莫不对，不对。
赶紧要灭掉。啊，伊阵啊灭了时，阮这里讲，我紧啊，连到哪甲叫看袂到头尾啊，吼，结果从上天慈悲啊，从这条路我是规日西平面啊咧，拄啊会当来这个性。我迄个时阵，甲买一架卖300万，这个一架卖300万。迄个时阵拢无钱，我才拢做迄阵甲买个点两输尔。拢无钱，然后是到几月，落尾算问大家看要买无，结果人讲好，买起来，先少钱，这两个先甲买。了后时阵，大家宣布了时阵，我这有钱的，做新鲜的，大家好，好点来，结果了，79年水果，政府好新鲜，这个价。因为呢，咱这边是台湾省第一个用进入核心经济，所以呢，政府的抓法拢不要办，结果呢，办甲4、3变了出来，多民众甲建设建设的时候，建设6单10万钱，建设6单，那么咱这个材料是从由咱这个。这本书，安尼大家共同，安尼轮流是面对，轮流是他们有安怎开口，结果呢，咱这个所有这个材料，像讲这个门啊、窗啊，这个是用韩国，这个地震这个是用这个花岗石，这个是富贵红，这阵用40块。这个红光呢，这是由多明尼加进口。我这4门3楼4门，这是茶，这是茶，经过刚的时候，这4门的时候有2吨重，这拢无食，拢飞去，所以呢，这个迄个木材咱先做下来，所以到中，再攻。3攻，坤到1攻，再攻，3攻。好，那我们4堂课请到那个郑建武讲师来跟我们讲心力的精神。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这个郑讲师。是非。各位先贤大德，大家早安。老师早安。非常高兴呢，后学能够在这么方便的地球上，跟大家一同的学习，一同的成长。这一切都是承蒙，这一切。
那第二位同学呢，抢着就跟第一位同学讲：“你爸爸没什么了不起呀、我爸爸更厉害。我爸爸呢跑得比箭还快，箭一射出去啊，箭还没到靶心，我的爸爸已经跑到靶前把箭给接住了。你看，那第三位同学呢，在那边笑，你们两位的爸爸没有我爸爸厉害。我爸爸5点下班，4点就到家了，没有翘班哦，没有翘班哦，5点下班，4点就到家。你看这个故事呢，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说，也或许一个启示，时间啊，不会像前面那位2位同学那样，恨不得1分钟当2分钟用，也不会像第3位同学一样，时间可以倒流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每一次学习的机会。其实呢，来这边学习是当站在台上的，比你们学习的更多，因为要准备一堂课要付出很多的时间。我相信各位同学都应该知道，你要讲课一定要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或许学习比大家还要多。所以应该把握当下每一次学习的机会。那真的非常感谢一个朱显给我学一次学习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要好好把握这个当下。所以呢，给各位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所以俗语有一句话所说的，人家说戆行啊，戆的做行啊，巧的对吧？戆的为什么戆的做行？因为他默默的付出了。人家礼拜6、礼拜天在家里休息不是很好，为什么要来这边学习？当然我们要付出啊，不能戆的做行。我们都有这个目标，要当先当后的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学习要付出。那跳的呢？跳会，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样斤斤计较，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成就，所以我们要我们学习的前辈是付出精神。那我们今天上课要多少人？要在90分钟的时间要讲心意的精神啊。要心意的精神就是等于在讲心意的历史，不可能啊，90分钟不可能全部完整的阐述完毕。所以呢，后续就有重点的方式，大概分成有讲义嘛，大概分成上下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后续就把它归类成心意朱显在大陆开办的一点点的事迹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归类他们心意朱显，后续就把它张老先生、邱老先生、盛老先生、何老先生以及这几位前人的一些事迹分在第2类。那后续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说，在还没讲题目之前都有一首歌，我都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上课，先唱首歌，然后我觉得这种的这些道歌能够融入这些以前心意的精神，所以就把它串联在一起，用轻松的方式来上。有时候像或许以前在上课都比较沉重，所以上课都会打瞌睡。那我就以轻松的唱歌，然后讲一些历史，然后再讲一些穿插一些小小的故事。那就今天大致上的课程行程大概是这样。那讲到这边后，我就想到一首台语歌，就是这个洪荣宏唱的，很久以前，他唱了一首台语歌曲，他是这样唱的，他是唱。这一切拢爱感谢天，把情人熬过汗水，吃花枝摆手头，啉泉水煮圆头，吃花枝爱摆手头，啉泉水爱煮圆头。这个是今仔日我还要讲的今仔共同学习的课程的心意的精神。心意的精神就是我们心意的历史，心意朱显修办的精神，所以今天要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题目。所以首先呢，就跟大家听一首道歌，优美的道歌。如果因为早上有时候当你会打瞌睡，工作蛮辛苦的，打瞌睡，听一下道歌，书写一下紧张的情绪。所以呢，第一首就是码头。
落叶归根回家乡，就印证了过去前辈者他们开荒的种种苦心。所以我将这首大歌，然后融入第一首或许要讲的第一段前半段要讲的点点滴滴，非常好的一首道歌，非常好的一首道歌。所以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，所以是礼仪之邦，所以呢是重什么？有清明节，还有重阳节，是慎终追远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讲新义的精神，就是要讲过去的历史。所以要讲历史，要从民国23年7月1934年的时候开始讲起呀。我们的师尊老大人，他从大陆华中的地方啊，独自前往东北天津这个地方修办道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如果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除了食衣住行娱乐，什么样样都比不上家乡的完善完美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师尊呢，他前往天津这个地方开办道也是一样，去渡人也没有渡到人啊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布什么传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在布那个基督教，有时候人家在问你，我们有一种排斥的心理。有人很虔诚在问我们，你要有没有时间留下电话号码？可是有时候中国人会排斥的。当然，我们的师尊老大人前往天津这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当然修办道的过程也非常的艰辛啊。那艰辛呢，他就因缘的成熟住进了三星客栈。那住进三星客栈以后，在那边一段日子以后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早上出去渡人，到了晚上回来都没有渡到人。那一脸的忧愁当然是写在脸上，写在脸上呢，当然客栈的老板察言观色，他看到我们的师尊老大人面带忧愁忧容，他不明了来意。不明了以后，人家有一句成语就说在家怎么样？对，靠谱出外，对，出外靠朋友。那我们的三星客栈的老板李允中前人呢，看到我们的师尊面带忧愁，所以就不明了来意。不明了以后也是因缘成熟了，所以就先度化了三星客栈的老板李允中以前人啊。所以呢，应运的弥勒真经里面的一句圣语就是若在中原三星地，我们道悟就是从三星地这个地方开始萌芽。所以呢，讲到这边就让或许讲到一个小小的故事。当然，就好像师尊的人助嘛，自助人助，然后才会有天助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或许想到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就是过去有一位大学生，这位大学生呢，他非常的穷，他家没有钱，所以呢，他考上了台大。在台大呢，他独自前往台北读书。那前往台北读书呢，当然没有钱，家里没有钱供养不起学费，所以呢，他就半工半读。在半工半读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他没有钱，所以呢，他要怎么解决午餐？我相信大家可能不知道。他就等他到台北就去找人家的餐馆。餐馆呢，他等人家用完餐以后，大概人家比如12点到1点是用餐的高峰期，他等到1点半到2点，等到餐厅里面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就走进去看没有人，就问餐厅的老板说：“老板，可不可以给我1碗白饭？”那位老板呢，看到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说要1碗白饭，所以呢，这位餐厅的老板就给他了1碗白饭。他1碗白饭的时候